高雄有民众这厝拄状况好势，搬过去2天尔，想袂到，请这净水器的业者来换离心，却因为施工人员无注意这离心锁无严，致使漏水漏甲规间厝拢伫咧淹水。业者的处理态度也是真歹，民众是真生气。 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厝主倒去厝内，发现涂骹拢是水，唔那客厅连厨房房间拢有水，差不多有2-3公分深。唔过这的水是为倒位来的？原来是厨房下骹的净水机，因为业者死角差，致使规间厝拢淹水。厝主是清到半暝4-5点。帮我们装的师傅还否认是他的问题，说你们是这栋楼是不是水压太高？我说那你要来啊，说他在冈山很远，没办法来。 就说他就近找一个他们的同事来，就他们同事一来就看说，就是当时施工的师傅没有把那个滤芯的第1道锁旁边锁好，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们的问题。 洪小姐表示讲，因开300万新装潢的厝，才搬来2天，17是请业者来换净水器的离心，想袂到师傅无甲离心锁好严，害水总共漏6点钟，唔拿涂骹，连全新的家具、电器拢进水。洪小姐不满，第一时间是通知业者，因煞无要承认，甚至主管是到暗时11点多才出现。换滤芯的时候没有将。 这个滤芯可能没有弄好的问题吧，所以这个实际还是要请第3方去看一下。第一时间一定先把环境给弄好。从昨天晚上9点多到现在，应该都陆续一直在处理中。一般还是要那个施工厂商，就是更换滤芯的，还是要他们来处理啦。工作上也是要特别注意这方面。 虽讲即马厝主甲厝内面的水拢清掉啊，不过涂骹3不5时也是出水。业者表示讲，目前会请保险公司到现场鉴定，要安怎来做赔偿，未来也会加强人员的训练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